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互咱会当最近3甲来敬拜。大家最近敬拜上帝，分享上帝话，第一摆互人介绍遐久吼，我毋知影讲会当遐尼长安尼来介绍吼。即段会当来甲即个所在，不管用什么款方法来表达，实在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所以迄阵甲我的牧师娘就想讲，真难得的机会会当互家己安尼小可离开服侍的所在，才有可能安静。无想到讲伫联络的中间讲，即个时刻爱讲道啊！哪有即款代志吼？讲要休假，讲就爱个讲道，迄若毋是吼，小丽传来的，我实在是感觉讲，实在是袂堪得啦，袂堪得。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通过迄个信义牧师倒转去台湾，踮伫咱长老教会总会服侍，特别是我家己本身伫2005一直到2011迄阵踮咧总会服侍的时阵，咱的张牧师娘是我的秘书成做我真大的帮衬吼。迄个时阵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真侪事工，拢是通过小丽牧师娘伊的协助，所以特别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伫即个所在三甲对伊互咱话命的话，三甲来学习。尤其是咱拄读的祈祷文，甲咱讲第一句吼，第一句讲啥？讲啥？阮伫天里的爸吼，所以今仔日应该庆祝一下即个天爸吼。听讲北美的父亲节今仔日了，咱若讲伊是爸吼，所以在座咱所有做爸爸的吼，嘛望咱踮伫咧即个特别的节日啦吼，体会一个上帝伊怎样互咱诚做一家之主吼。所以今仔日听讲有一个第一届做爸爸的了。咱会一咱特别甲我甲鼓励者，有第一摆做阿公的无？敢有？嘿吼，做阿公阿嬷了后才体会迄阵家己咧带囝是无准算。做阿公阿嬷以后听讲啦，我都袂记得。听讲做阿公阿嬷的咧带孙的时阵迄甲做老爸甲老母的角色实在是无同所以踮伫咧咱北美即个父亲节的时阵求主帮助咱，特别是咱做老爸即个角色。伫迄阵教会有一个青年，伊是将囡仔送来拜六，囡仔真细汉送来咱踮咧教会拜六，一般拢有一寡特别的活动，送囡仔来即个学一寡才艺班。囡仔踮遐上才艺班伊就踮伫咧客厅的碰椅就摕遐困。伊讲伊一礼拜伊是做真农业的，所以压力也真大。所以一礼拜伊通轻松就是拜六使去，囡仔来到伊毋是基督徒，囡仔送来教会伊就摕伫咧客厅的碰椅遐困2点钟，囡仔下课了才去把囡仔接回。但是上帝真奇妙，伊通过送囡仔来拜六。囡仔甲讲礼拜使去嘛有，伊礼拜使去嘛甲送来。礼拜使去才歹势困，你看其他的老爸也无人咧困啦才歹势困。我就伫迄个过程中间接触着福音，洗礼了后伊甲我讲一项代志。伊讲洗礼了后，啥物拢无变，逐项拢同款，是敢若想着讲阮查某囝，因2个拢查某囝。阮查某囝若要明白即个天顶的上帝是通过我呢，我若做无好因会对即个上帝有误解，所以即句话我就主导问题。伊讲即句话，逐工拢会提醒伊伊讲压力足大啊，牧师要安怎？伊讲压力足大啊，因为我的囡仔明白即个上帝会通过我，即个老爸若做无好有偌侪囡仔安尼讲的，地面上即个阿爸我就食袂了啊！讲天顶阁一个我则无爱，对无？有人安尼煞无爱来教会啊！我碰着，我捌碰过即款。我地面上我即个老爸我就已经应付伊，就应付袂来啊！你讲天顶阁一个
我买，你讲牧师多谢你哦，你的福音真好，你留的就好。我想踮咧，这个爸爸节、父亲节吼，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毋那干那在做老爸，咱做老爸的形象，会去影响到咱的视线，对伫天顶的上帝的认办。特别是咱拄啊主导文咧讲到，即个老爸遐尔疼惜，毋那干那日常生活的需要，各咱人甲人的关系，互相的原谅、赦免、接纳，伊拢做一个模范互咱看。即个模范，伊是真侪人来到咱的中间，互咱看即个模范。所以咱望信心帮咱，互咱每一个做老爸的，会当把握伫地面上即款的机会。啊，踮咧树林教会10年吼，阮才做爸爸的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踮咧厝的吼，做阵食饭，不管2个、3个、5个，阮当老爸祈祷，啊，阮当爸爸祈祷。在阮兜就安尼啦吼，阮兜4个话做阵食饭，伊讲哇，你逐工祈祷，你都无爱轮一个互囡仔训练。我讲训练是其他的机会，来食饭的时阵上重要吼。食饭上重要，当然嘛是一家之主负责来祈祷，老爸爱负责祈祷。我几多年来，我祈祷拢敢若迄句话那尔啦。啊，毋过就是做老爸负责带即个家三角献上咱的感谢吼。老爸实在是足重要的角色，互咱对天父上帝会当有更较正确，是讲有无共款全面的一个认办。所以，连我家己嘛共款吼，咱互相做爸爸的，伫即个父亲节，报比的父亲节，祝特别祝福啊！伫咱每一个做老爸甲咱的家庭。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吼，咱有看到2段，伫咧即2段吼，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吼，照讲吼，对，即我来试看，是毋是我才用咧遥控吼？我用即个题目甲咱大家分享，叫做最见证2.0吼。最见证即项代志对咱来讲是真特别吼，嘛是咱感觉讲安尼真实的一个吼。即2段经文，其实伊拢是落尾，是咱真实的。第一段是马太福音28章18、19、20节，这是咱足熟的，常常咧讲的大使命。踮咧教会中间，教会哪会存在，就是因为即个使命的吸引力。若无即个世间无一个单位，无一个公司，无一个基金会，亲像教会遐尼腐败，遐尼无目标，遐尼混乱。教会，你看2000年来有偌大的乱流，基督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咱知影即中间有真大的乱流，甚至连战争拢会当讲这是为着上帝吼实力军的战争即款。在历史顶头，咱读过太侪即款细项甲个人，即咱拢是看见。后来咱咧讲到教会存在目标甲意义的时阵，讲到天父上帝看袂着、望袂着，伊也毋捌甲咱讲话啊。到底咱阁安尼遐尔坚定信靠往即个目标要行？我常常讲吼，若毋是有上帝，教会早都无去啊！教会早都无。一个公司真清楚的目标，伊不管要是趁钱、业绩要增加；一个基金会真清楚的目标，讲要服务即个社会，要帮助欠客的人。所以会当互遮志同道合的人三甲斗阵，即有一天伊会无去，有一天佫有新的走出来。咱看2000年来足侪安尼啊，商业的行为讲，这公司有偌济会当挡2000年，倒一个公司挡2000年，倒一个基金会挡2000年。但是教会遮乱流，为什么2000年到今仔日还佫存在？一个大使命。也吸引力，不当真就没这一回事。你当真，它就存在。上帝嘛安尼啊，
你若额头三笑有生命的时阵，你的生活、你的行大、你的讲话都无共款。啊，你若敢若讲的就煞吼，即个额头三笑的上帝吼，就离你足远啊咯，都毋若敢若三笑呢。所以耶稣甲学生讲的上路要拄话，其实是一个邀请，一个邀请，毋是咧讲爱替伊完成多一项代志。是要互咱领受这个使命的人，伫咱的人生中间，耶稣上路尾讲的这句话哦，马太福音上尾啊这段讲，望咱会当甲人分享耶稣所讲的，毋那敢若将耶稣所讲的分享互人，或帮助人，互因会当遵守。伫个20节讲吼，教是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命令，所以讲到两项代志。第一项，耶稣互咱一寡话；第二项，咱就要分享互别人，互伊有机会听到。毋若听到，搁伊会当安尼落去行。耶稣敢若期待这两项，毋知影咱到底做会到袂到。毋过，咱就看到2000年来真侪信徒就照安尼咧行，所以亲像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上路尾，这种批信上路尾共款是啥？除了甲因请安以外，伊咧讲到一项回应耶稣所讲的。若要真正会当落实，还是实践，甲人分享福音，就是伫咧大使命顶头参与有着，那安尼就必须要有一个点耶稣所互咱迄个新的命令中间有见证，所以保罗才提醒讲着爱追求完全互相鼓励，爱同心和睦，三甲斗阵。所以上落尾再走出来，主耶稣的恩典、天顶上帝慈爱、圣神的相通。巴克的牧师是翻译圣神的相通，这是现代台语译本讲。圣神甲咱的团契，成做咱极大的帮助。所以这两段经文，嘛是今仔日要甲大家最近来分享做见证。讲起来，实在是咱今仔日三甲斗阵真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讲，我把它当真，我今天就站在这个地方。我看伊是真的，我认真来看待伊，所以我今仔日才会踮咧遮。若无，我就行另外一条路咯。同款，伫个2023年6月18日下晡2点多这个时间，我认真看待这项代志，所以我踮咧遮甲兄弟姊妹三角组织，亲像保罗的提醒，咱搁一摆来经历耶稣互咱迄个新的命令，实在太困难。毋过咱总是要试看卖，认真来看待。咱真侪乡亲，有个人来到遮个北美，时间长短拢无共，有个来足久啊，有个咱来一段时间，有个来来去去，咱搁较深会当体会圣经所咧讲的，踮咧即个世间，咱敢若亲像出外人，敢若亲像架骹的共款。毋过，当咱会当每一摆三甲斗阵，分享耶稣基督所互咱的听的时阵，咱就会当产生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伊会带来影响咱。即卖是见证到底是啥？这个见证包括你我咱个人人甲人中间的和平，当然嘛包括咱对伫咱大环境的一个关心甲看待。所以对伫去年1月24开始，2月14，哦，2月开始，咱就真侪人一直咧为着即个战争，甚至当卡一日来结束这个祈祷，毋是干那为着即个战争啦。咱知影20世纪、21世纪无一天，即个地球无战争哦。一直有战争，是干那讲即个战争影响也大，嘛互咱较注目。所以当咱踮咧注面前三角组织的时阵，咱所要去求的，
毋是干那讲咱斗阵互相相听，互相大斗扶持，嘛要求助邻里。踮咧即两个国家的国旗看起来真像呢吼，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俄罗斯，因为国旗色旗拢有啦，是看起来真像。但是即只分教吼，讲和平鸽子，互伊缀甲强强要死去啊！抑佫伊坚持伫遐，咱嘛毋茫，当每一摆咱三甲组织、三甲礼拜时，咱求主上帝伊的公义，甲伊的和平，会当搁较早一日啊普遍伫咱的中间。啊，这是咱做见证真重要的所在。什么叫做做见证？阮即几年伫树林教会有几类婴仔出世，啊，遮咧感谢上帝，因吼拢有阿公阿嬷咧带，所以阮即几年吼，啊做礼拜时阵，咧礼拜前，敢若像今仔日，大家来就就爱算，毋是算啦，吼就爱抱迄个。嘿，对，咱少年长老的囡仔吼，逐个都就爱甲人甲耍。阮吼，即几年哦，逐摆拢听到迄阿嬷的声，逐摆拢咧讲咧安怎咧顾孙的代志。即几个阿嬷一斗阵吼，啊，逐个拢袂当讲其他的事啊，就搁那听因咱叫做阿嬷一间吼，敢若咧讲到阿嬷安怎咧顾。你看伊遐尔啊专心、遐热情，要甲你分享讲伊迄阿嬷偌古锥吼。啊，阮阁有一个长老吼。伊顾孙啊，逐工固定咧抱互大家看，啊，那2工无抱互，都人甲喵一下讲，哎呀，你怎么没有抱了吼？安尼吼，哦，啊，伊就紧咧赶紧阁抱大家看安尼。这叫做见证。所以见证就是将你所注目、关心，而且当真的吼，真实伫你的生命中间的事，你遐尔啊欢喜要甲人讲，要甲人分享，这叫做做见证。伫你的人生中间有甚物代志，是你最爱甲人分享，是你最想要报互人知，你迄个热情一直拢无消失，你迄款的注目焦点拢无改变，这是咱要讲到做见证一个要紧的所在。所以2000年来有遐尼侪人咧做见证，讲到耶稣国外的故事，就是咱所看到的做见证的一个基础，啊，这是咱一直咧学习的。所以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是2.0，好，2.0其实这是科技一个用语，嘛是咱踮咧用网络一个用语。我无要特别解释这个，但是已经咱知影讲，早晚真紧就会走去3.0。这个2.0，伊咧表达的是甲1.0无共世代的意思，完全不同的世代。2.0，伊毋但是敢若带来一款的换新，是恁连想象都想象袂到的，迄啥物叫做过落去3.0。但是即摆咧讲到2.0，已经比较上较互人普遍使用。踮咧台湾这10多年，若咧讲到2.0吼。你什么款代志拢会当用，想到通多，听到通多，在台湾这几年就叫做长照，照顾这中辈，长照2.0，意思讲过去用一段时间，在第一阶段，啊，咱就关心这中辈，发老人年金啦，发零用钱啦，啊，从啥等等，但是第二个阶段，愈来愈发现，要安怎互长辈，毋但是干那落地啊有零用钱。更较要紧的是，互伊活落会快乐，照顾会到，甚至伫社区的中间，踮咧家己的厝，年长的时阵，无一定爱去住安养院，哪会当得到真普遍性，啊，佫互伊付会起的迄款的代价，这是一款照顾的体系。踮咧台湾这几年听同侪2.0都用咧长照顾这款的2.0，当然用伫真侪其他的方面，咱嘛拢看会到。伊要表达的是一款 upgrade 升级就对啦。伫你的工作、伫你的服务、伫达款的所在，你会当升级。那呢，基督徒是毋是嘛有这个部分？伫无共款的世代，面对无共款的功课甲挑战，是毋是有这款信用做见证
因为面对的文化无共，所以会走出来这款的一个升级，咱称作2.0。2.0常常拢会甲1.0完全你想袂到，所以是一个新的思考，也是一款互你改变的动力。有当时咱无想要改变，应该换另外一个角度讲，人大部分的时阵无想要改变，人大部分的时阵无想要改变。所以当咱咧讲最见证2.0、2.0的时阵，要讲的是讲，咱到底是毋是会当有一寡新的想法，还是有一款的动力，通互咱伫最见证的时阵会当有改变？这个动力，若对人来，伊真紧就无去。我的第2后生3不5时啊，我就会甲伊开讲，因为我若无甲伊开讲哦，我会发现我会真紧老化，会真紧老化。甲一个30岁青年人开讲讲话，再当互我有一寡新的想法。若无我看圣经，定定拢会停留伫个古早了解的顶面。使徒行传咧讲到彼得、约翰下晡3点的时阵，祈祷的时间上圣殿去祈祷，真正常啊。伊的时间到，阮囝讲啊，伊毋是已經信耶穌國話，已經信耶穌國話，伊哪會閣下晡3點走去聖殿祈禱？下晡3點踮咧耶路撒冷的查甫人去聖殿祈禱，再去9點去祈禱，還是中晝12點去祈禱？這是什麼人的做法？這是猶太宗教的規例啊！已經相信耶穌基督國話，佮看到耶穌基督國話，伊哪閣咧遵守猶太宗教的規例？對啊！阮囝講，伊哪會閣遐爾啊照猶太宗教？阮囝伊講啊，對這項伊才經驗，才體會到，道成肉體，上帝變做人哦，是對一個文化中間來切入。伊对猶太文化即個搖拿，甲世間人來相拄，這是上帝伊的一個選擇。但是通過即款的一個事，互人得到一個動力，一個改變動力，就是耶穌的國話。彼得甲約翰，因雖然一方面踮佇猶太宗教的規矩中間。下晡3點到聖殿祈禱，毋過咱攏會記得即個故事重要，毋是講因去聖殿祈禱，是踮佇個水門口迄個所在所發生的代志。迄個一出世就擺跤的人，因為碰到彼得、約翰，因為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所以互伊即個擺跤的人會當行。咱咧講最見證。2.0毋是要將1.0甲摕掉，毋是彼得、約翰因也不猶原共款，踮佇個因原底猶太宗教的敬虔中間，無離開。毋過因為國外耶穌基督，這是2.0的一個動力，這是一個2.0的動力。所以耶穌要離開的時陣，毋是甲學生講，恁愛去做見證。路加24章48節，毋係是上尾的一句話講吼，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台語的聖經講，恁做遮的代志的見證。所以恁是見證啊，毋是去做見證，不是做見證。所以2.0來甲人講一項，就是 being witness， 毋是去做見證，是你本身就是成做一個見證，互人看到，就敢若親像看到迄個國外耶穌基督共款。人看到你，毋是原來的你那爾，嘛毋是外在的你，是甲你鬥陣的時陣，伊會去經驗體會一寡所聽到有關耶穌的教示的代志，伫你的身軀頂，伊看到伊所帶出來的能力，所以經驗着國外的主，
明白圣经所讲的金句，甚至伊家己甲你三角斗阵，会领受到你所带来的影响力。being witness， 迄叫做最见证的2.0，咱讲实见证。但是实见证袂将最见证甲除掉，袂。彼得甲约翰虽然经验着国外主耶稣基督，因游玩伫犹太宗教的政权中间，所以是见证。你真做一个见证的时阵，会互你最见证的时阵更较有力。你甲人分享最见证的时阵更较有力。你常常去做见证，会当互你的见证，搁一摆得到复习，互你的生命记忆会当走出来。所以，咱会当分享安尼讲，当咱是见证的时阵，咱是搁甲讲出来的时阵吼，你所讲的、所分享的哦，会无共款。当你是一个见证的时阵，你所讲的、你所分享的就会共款。这个无共款，伫日常生活会走出来。咱用3个 W work， 你所生活中间会走出来，互别人感受到无同。上帝听是上帝的心意，互你挖出来无同。啊，这个讲起来有一点仔抽象。你的行为动作，你若定定想着讲，我做这项代志，甲耶稣有关系的时阵，你做迄项代志就会无啥共款。啊，是讲换另外一个角度啦，吼，耶稣咱就看袂着，摸袂着。我甲树林教的兄弟姊妹讲，踮咧台湾哦，开车红灯袂用个右转，对无？哦，咱踮咧遮红灯，若只要这边无车，我就右转。啊，咱踮咧台湾哦，开车有当时吼，无暗时无人，也是无点影记的所在，赶时间碰到红灯嘛，甲右转吼。我讲吼，咱努力看卖，你若红灯卖右转吼，会当帮咱蔡英文做总统较轻松一点。我那会有点要笑讲，我开车甲蔡英文做总统有啥物关系？敢毋是对无？你红灯无右转，你照交通规矩来，甲蔡英文做总统，甲什么人做总统有啥物关系？有啊，有关系。过2礼拜，这个长老吼认真想了，转来甲讲，牧师有影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你一个动作，你若家己有经过拄仔讲深化2.0的思考的时阵，伫1.0的动作顶头，就毋若干那是1.0的动作。你若会当较遵守交通规则，互台湾的交通警察，互台湾的交通的状况较好，你会当互迄个通关迄个领导者领袖，伊伫咧逐方面中间减少一寡操犯，减少一寡操犯。伊会当搁较注目，搁较焦点放伫咧一个总统应该有诶国家诶方向，头前跑走会落伫倒位，安怎甲隔壁即个厝边会当三甲好好斗阵，这拢是一个总统应该去烦。但是如果我讲树林教讲，咱人虽然少，但是若逐个人拢会当伫咱诶生活哦，你踮咧台湾国诶法律中间，你拢照安尼去行。互人看会起，啊嘛，互国际看会起的时阵，你是咧替蔡英文哦斗相共啊，不管你是毋是投票互伊啦，吼，但至少互即个总统较做较有意义。work 日常生活中间，你所行所做，甲耶稣有关系，所行，这是咱讲的2.0，当你也定定想。毋那干那你日常生活所，有当时你所行迄个。愿意伸手，特别是你看起来，敢若是亲像是一个重担、一个工作共款。碰到人有困难，你欢喜伸手来斗相共，你的手拍会开，这是咱讲的2.0真重要。第3个W 就是 word 话，你愿意行加行一里路 work， 好，你愿意帮忙欠客。第3，你讲会出来。当有人要问的时阵，你愿意讲；当有人开嘴的时阵，你欢喜讲清楚。所以，咱嘛会记得彼得甲咱讲即句话，吼，讲若有人
问恁心中的愿望，就不时准备好势，通对因辩明。不过，就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咱有见证的行为，但是咱嘛常常爱准备好势，通来回答。因为到一个程度上，人会要问啊，问讲啊，你哪会信上？他们讲有当时啊，你回答袂出来，对不？但你至少会当用一个尊重、温柔的态度、温和的态度来解招，就讲啊，不管吼，最近有一个福音大会，最近有一个较特别主的，你要来无？我袂晓讲，我请阮长老甲你分享看卖吼，还是请阮牧师甲你分享。当人问的时阵，你会当讲会出来。啊，有当时毋是人问来尔咧，真侪时阵，你会当将你所知的平安的话、好消息的话，你会当解讲。所以，当咱来讲做见证2.0，要安怎互家己会当更较接近咱所信？要安怎互咱会当较接近咱所信的2.0？用这3个，咱讲伫常生活中间活出来见证，还是当别人有困难的时阵，咱手伸会出来。当然，更较要紧的，到底伫个拄啊，咱读圣经中间一开始，耶稣讲：“我所教是恁的，恁拢都爱教导因来遵守。”咱对细汉到大汉，咱所背的金句，会变做足大的帮助。阮踮伫个迄个树林教会，这几年有做社区的服侍，啊，所以有真侪社区的长辈伫周间会来甲教会。最近有一个咱的兄弟讲：“牧师，我发现吼，金句足重要，但是信息吼，有当时啊搁较好用，信息搁较好用。”我讲：“你是用什么信息？”等下咱要唱一首，你想看卖？你主流就开始唱一首。伊讲：“我发现哦，耶稣听我在听。”等下咱要唱一首。伊讲这首足好用诶。我讲我按主流唱，我怎啊唱60年啊？我到无想着讲用这首。伊讲伊最近甲一个来教会做运动的朋友要甲伊分享。耶稣会听，伊发现每一句金句拢解释袂清楚，逐句家己拢会晓背啊。但是毋知要怎甲解释啊？但是伊发现讲用信息真好解释，所以伊用耶稣听我在听来甲解释。等下你注意看这首歌，耶稣听我在听记载伫圣经。啊，这个第一项啊，耶稣听。因为有听才有这项代志发生哦。第二，但是伊毋若听伊救赎，对无？互我有机会会当去甲伊遐，所以内面有一句话，要将天门开甲利啊，开甲利。第3节，这个厝边讲恁信上帝真好，恁信耶稣就好。啊，我来恁家我嘛感觉恁的磁场很好啊。这朋友啊，逐摆伊若享受着好的时阵伊拢会讲阿弥陀佛。阮这个兄弟讲，足想要甲动，我讲你莫甲动，你尊重伊。拄啊，彼得甲咱讲啊，讲你都爱用温柔、尊重的态度，对无？伊讲阿弥陀佛，你莫甲动。但是你后摆你知，伊即马若搁讲着哇，来恁遮足好诶磁场就迄落袂讲的时阵你就先感谢主，对无伊阿弥陀佛袂出来，你就先感谢主伊若要阿弥陀佛，别要紧，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兄弟讲，但是就是这个朋友讲恁信耶稣就好。但是我知影我袂当去啊，对无？恁信耶稣你去啊？我敢，我哪会我家己哪有法度去？第3节咧讲这项，这个兄弟用第3节甲讲，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咱常常背金句。年轻人可能还记得他是听华语比较习惯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讲我是路，
真理活命，若无通过我，就无法度去爬遐。但是，阮这兄弟讲，哇！伊在忽然间发现第三节搁较重。第三节咧讲啥？耶稣讲：我去为恁备办所在，备办好势安怎？我来，我要过来接你。耶稣听我知明第三节就是讲。所以这兄弟就甲讲哦，你放心，不管你拜倒一个吼，无一个会当带你去，对无？阿弥陀佛嘛袂当，耶稣会当。所以第三节就是咧讲这项。耶稣过来陪伴你我，互咱会当到甲迄个咱无法度想象生命的实况，毋是时间的将来，毋是空间的顶面。是迄个 here and now 的永远话，只有耶稣会当。永远话毋是咧讲时间，毋是咧讲空间的天顶，伊是咧讲即个时阵经验着以马内利，经验着主真实的同在，经验着至好朋友耶稣日日甲我三当行。虽然外在的身体会渐渐败坏，渐渐衰烂。毋过内在的心灵、内在生命安怎日日换新？保罗写互哥罗西教会的兄弟姊妹讲，咱外在身体会渐渐衰烂嘛。咱真侪拢甲我共款，在台湾这叫做坐敬老票吼，坐敬老票踮咧台北市坐公车最方便的吼，就叫65岁以上，真侪人拢共款啊，甲我共款。所以外在身体渐渐败坏，体会着。但是咱内在生命，是有经验着迄款日日换新。毋望主上帝帮助咱，互咱踮伫咧做见证即项事顶头，无论是伫咧 work， 伫咧 work， 伫咧 word 即个所在，你会行踏，你所做事，还是你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这真重要，因为若无主耶稣所讲的，你若无甲记起来，你要安怎甲人分享？这个有当时你会当边倒边，踅来踅去；有当时顶头下面顶来去，但是有一个方向真清楚，一个真清楚的方向，引带你行。不管你有当时东西，但是圣神的引带咱，这是圣神最当奇妙的所在。一个愿意，一个望会当做见证的，会当踮伫上帝所备办的时刻，你迄个水的服饰会出来。所以咱常常听到一句话讲，上帝会将得救的灵魂带到已经准备好的人的面头前来。上帝会把一个得救的灵魂带到预备好的人面前来。你若准备好，时时刻刻正做一个做见证2.0的人的时，你会发现你四周围真正有迄款需要福音的人，伊就望你加改讲两句话，伊真望，甚至你会当带伊祈祷，你会当带伊祈祷。敢若亲像教会礼拜煞了后，足侪人会想要找牧师祈祷，礼拜大牧师一个来尔，遐尼侪人要安怎？找长老祈祷吼，踮咧树林教会吼，阮遐长老吼，礼拜煞有一项工作，就是即项。因为礼拜煞，礼拜阮咧考虑了后，礼拜当下人数会较少，当时才100外个来尔。但礼拜煞，你找牧师祈祷，遐尼侪人，哪有可能？佮大家佮招呼，所以拄来人哦，常常我拢会，即连都拍招呼都无法度。即摆较袂啊，因为因要祈祷的吼，边仔就甲带，就带去长老遐。阮即个朋友吼，拄来，最近报个什么代志，请长老你为伊祈祷。什么树林教会长老同重要，就是为着人祈祷，就是为人祈祷。所以礼拜日要来吼，拄开始的时阵，各位问我讲牧师安怎祈祷？我讲你碰时安怎祈祷，安怎祈祷？但是吼，毋知安怎替人祈祷，无要紧。我就吼替准备几落分，
我讲来，1、2、3、4、5、6、7哦，啊，你放在手头，需要用多少分摕出来，无要紧。所以最近真共款啦，伫个咱的肋底啊吼，有真侪金句嘛，敢毋是？伫咱的头壳内有真侪金句，你会去经验到圣神引带你。虽然外在身体渐渐衰烂，但是你内在心目愈来愈坚定，愈来愈清楚。你往迄个吸引你的天父上帝咧行，伊毋是伫遥远的天边，伊是伫你的日常生活内。咱今仔日第一首吟的圣诗，甲咱讲，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2002年，已经是20年前的代志啊。迄个时阵，我踮咧义工教会服侍，韩军结婚啊，然后生一个查某囝，所以伊含伊的翁婿，要也做牧师哈。咱知伊的翁婿做牧师，啊，伊在踮咧台湾，要开设教会啊，要开拓一个教会。我就甲伊邀请讲，啊无吼，你来义工教会讲道一届吼。迄届伊来2002年，我发现哦，啊，拄甲讲道实在比我较有学呢吼。迄个时阵我也袂晓做 PPT 啊，啊，伊迄阵嘛无，2002嘛无。但是吼，伊摕出来一张是用毛笔字写的歌词，就是一首圣诗279首。但是伊一起来讲，这毋是我写的。这是阮爸爸写，林义勇这下家。伊讲吼，伊请吼，伊的爸爸就是伊的丈人啊。伊讲吼，我牧师讲，爱我踮咧礼拜日讲道，我中文也看无，也袂晓写对无？啊，伊会晓讲台语啊。啊，所以吼，你敢会当把这首吼歌词吼叫我写？林义勇用毛笔字去写。甲迄首注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因为深深经验着，甲梵军斗阵，甲这丈人斗阵，深深经验这个丈人的心内，还佫有一个真大的结，有一个真深的结，所以伊通过这首圣诗，望送互伊的丈人，送互伊的丈人。啊，一个字摕来了后，林义勇先生礼拜刷了后，伊就将这个当然送互丈人。林义勇先生就甲摕放咧安和路遐，因咧台北是住伫咧安和路吼，迄个所在，伊放伫遐，常常踮遐想，有影，这个信仰有遐尔啊吸引咱，互咱无论生命伫什么款，有当时啊是真衰微。真无力，有当时啊感觉真勇壮、真欢喜。不管伫什么款的经验，心是一个真清楚的吸引，继续的引带你，会带领你，互你会当内在的使命日日换新。咱今仔日所读的2段的经文，一段是主耶稣甲咱邀请，上尾来对咱的邀请，对不？毋望咱会当。帮着人，伊甲伊分享，耶稣所甲咱讲的话，啊，咱会晓得教世人，搁安尼去遵守。保罗伊嘛甲咱提醒，这毋是一个人甲一个人的代志，这是伫关系中间。上帝听，毋是踮咧太空的中间，是伫生命关系中间来落实、来实践。听是关系，所以咱常常。会听到人提醒咱，伫咧即款三听的中间来见证，只有敢若伫三听的中间，才会当互迄个见证真实变做2.0，咱当心来祈祷。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每一摆阮三甲组织的时阵，拢互阮享受兄弟姊妹。斗阵的喜乐，那安尼每一摆当阮三甲组织
临死无路领受你活命的话时，愿嘛要搁一摆来领受主你对天所来的感动甲引带。恳求主你伫今仔日帮助我，互我也会当通过你的一句话，通过你所予阮的一个感动，成做世间的光，地上的盐。因为你毋是爱阮最光最盐尔尔，你甲阮讲，恁是世间的光，恁是地上的盐，互阮会当真实成做2.0的见证。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